武汉肺炎疫情即马当严重，有网友伫咧网络乌白放消息，彰化县一个姓唐的查甫和一个姓陈的查某，咧人面册也有同性两体，乌白传讲为着武汉肺炎无名即个白牌仔计程车运将去过倒位，也有伊阿姊住伫倒位假消息，引起社会大家听到到底拢足紧张。彰化地检署甲两个人依照违反到传染病防治法，甲法院申请简单判决，上盖当两个人可能爱罚300万。彰化市长林世贤挂喙暗手落啊，提喷像烟炉喷消毒水，含单位的角的嘛拢喷有照到。遮尔用心要互民众放心去菜市啊，拢是因为这段语音的信息。要试进前这几工啊，讲走去耳鼻喉科看2摆啦。规彰化市爱封锁啊！短短36秒的信息，查甫人用台语，甲因为武汉肺炎过身去的白牌仔车的司机，伊的车行去过的病院，载过什么人，拢讲甲足清楚的，佮强调彰化市要封锁啊。同性两体顶的嘛有人咧传讲，死者的阿姊住伫某一间病院附近，嘛有患着肺炎。伫原林某一个菜市仔头前的迄条路开干仔店，已经通知菜市仔全面消毒，无代志卖出门这个信息。警方顺线追查，掠着彰化一个22岁姓唐的查甫人，甲57岁姓陈的查某人，造成遭指涉的医院门诊以及公司顾客量严重减少，市区内2大市场人潮骤减，严重影响摊商营收。同时引起民众对于武汉肺炎疫情蔓延之恐慌。彰化地检署讲，这两个民众违反传染病防治法，乌白传谣言，上当爱面对300万的罚金。民众得爱看清楚信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，避免假消息传出去，唔那造成社会不安，搁爱吃官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